不愧为是尚书公子，小心可嘉。是啊，弟弟母亲，那今日心相配配，这比暖山金云辉。你女婿今天多听我姨娘。老爷，你可这今日心多谢你呀！先上扎玲珑赛舞法令啊门，上到了比赛保兵满聚开，弟弟是亲家本事同苍蝇，菩萨有因自心。我听着天下风光地无好，一样天年苦长生。弟弟母亲，姨娘啊，公婆领的喜定你，万亲儿老当真，弟妹成婚来是梦，还一把成小伤陈亲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公儿的。弟弟母亲，岳母岳母，弟弟母亲，苏州的花园，苏定府越大越漂亮，还是到我家来养老。对，一定到我家来。来，岳父岳母啊岳母，张旭是同长子领亲儿老到我家来。岳母你给到杭州来，弟弟来，岳母杭州来，岳母到杭州来，要到杭州你们多有小心，等我高楼以后再着上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母亲，女儿，母亲，你再喜欢我，你上次不到我家来，女儿不宜。真把你错坏了。是个女儿好小心，跟来的个女婿是儿亲，当季花开雨无多，可惜是男女在分离禀老爷夫人，三姑爷三小姐拜谁来了？带来什么手礼？一双空手。这个伶牙的野丫头，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，他来做甚？夫人，既来拜寿，可谓之礼嘛。吩咐他们进来。是。三姑爷三小姐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岳父岳母在上，要去哪里拜坐？是的。叶心女儿，起来，起来！罢了。三小姐翠玉，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下家境可好啊？
岳父岳母啊！想当年北平岳母去金陵，娘子她真心是我何处分？看去水佛头名落深山为空不分。列子把我一片心，四娘子却是转来生气大，因此让上被人打出门。白首，一晌空手，赠我气痛的夫人。弟弟，母亲啊，一官人专程拜人心一诚，空身还来与大庭，念我夜夜千赠与盘针，为爹娘手下两上早生辰，这倒是千里来把我毛送，礼抛金钟年真。才知晓昨夜郊外头烧点，可恨妻子好一个你，三不翻盘关不走，一路爱为我关身，只要参到心意到，定能被父母原谅娘三分。看来你们夫妻空分一未得用餐啊！不妨，彩玉夫人，你陪他们到厨房吃饭去。夫人，晚宴已经备好了，让三小姐、三姑爷一道吃吧。多谢。好吧，三姊娘好菜好饭可得。是。小姐，你看。这不是三妹夫吗？是啊，他们怎么到厨房去？哎，娘子，快追呀！快来呀！来了。
三小姐请用茶，多谢翠玉。呀，睡得真好看！哎，来，各位美妇，请啊！啊，老兵我请一样女婿，两样款待。三姑爷、三小姐，委屈你们了啊！不要这样说，翠玉。同源报报根，我与那姐妹平比一谋生。想当年三夫穿着面送黑，举姑女多亏说我杨继山，弟弟随我命令女马子满房养月归来拜寿父孝敬，娘亲见着眼开映，儿媳不是怪在书本上说，绿芽单标永生不及，唯也不见记录。你问在这里，我可听不懂。翠玉，是说生人的子名叫叶维，子弟铺房子用的破烂子，竟让我独子。可是他有事可夺，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，胜过叶维十倍哟，十倍哟。姑爷师傅等等酸累累的，姑爷不想嘛相后头你们把三姑爷当作什么样子看待？姑爷们见得多了。哎，陈兰，你的姑爷是什么人啊？我的姑爷是堂堂上士公子上元宗子。我的姑爷是见着宰相圣子杭州宰子。我的姑爷也是宰相圣子江南名士。我的姑爷素在水府，有才有势，小盆看马闹，台香贴茶烧，三正开胃没吃不了，拿去喂狗喂马。我们三姑爷可不像那种绥花枕头一包草，三姑爷一文好，国气好，心肠好，事来运转，别中长远。他中长远，你我叫我
目上严谨，你管打赌，当赌，当赌么算当赌？你困住在乔花庄园，叫他走小路不好啦！你等等，现在你当好了，你当了，不要吵了。杨烈，此次采烟寺里太没有规矩了。啥样的规矩？规矩？规矩？嘘！蔡玉梅，你受委屈了。傻小子，是你们受委屈了。你们还是委屈吧。蔡云章已受了气，怀里劝我把家里，不怪小弟心思里多来自他啥是非。官人，娘子，你可曾听见门外婢女吵架？婢女吵架，与我何干呐？你呀，吵架不为吵小你，气坏了彩云要背地。娘子啊，大人不急，小人顾。荷花出水遇高低，怪我不作戏，骂我不生气，眼瞧子红果子，何必婢女之言别是非？官人啊，婢也三口包彩礼，上到看茶要受气，在郎君不为天涯，风霜苦，丈夫相见早催身旁，非非。娘子，被人并不想吉日有加，这位敬仰吉人所负，他痛恨年松专权，早有自荐之意，等他为今面现自荐之机，便为难经。官人，你立志为民之害，为我报杀父之罪，妾身负不义从。三车，叫我出来。儿子啊，儿子夫人来了，请里面坐。哼，里面一股中顺气，我们不愿意进去。我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他？你为什么当他？当官也要看自人面，再管欺负小丫脸，丁府丫头不低贱，官身见了配小言。看你一生穷酸，去分什么小鸡家子配人间？对，哈哈，宿醉顶不爱子女交归，生天喜来管情义来得对，真快手帮爱比比，今朝得意
儿媳、媳妇都来娘家做客，还当以礼相待，岂能以夫欺平，说话不讲道理？谁不讲理？谁不讲理？娘子，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催他？哼，美玉怎么便当？我们进去。且慢，你们一生紫光宝气，竟不知这王中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？你三成本年你夫妻穷途落魄，好以收掠妇内，你怎个得罪会客，怪不当面背离？母亲，婢女早马生事，原是儿媳妇断，反望母亲问过彩云便知。哎呀，母亲，分明夜里偏心错怪，实不背离，小婿告辞。夜夕坐下，与我做之。是。三春，母亲，你个嫌我偏心错怪，女儿。不过，母亲，这是女儿为弟弟母亲补做的谁啊？哼，这种马子在我们苏州府中，只配见下等人穿用。拿下去，赐予门公夫妇。实不背离，别为不孝，须下履在腹中。母亲，我夫妻一片真心做神堂，多只为父有之恩难忘为，遇到是父儿不教贫富惨，并不像盘龙扶风上门来，三称他做下也必何也，尽孝礼，百弊不用岳母财，但等见过岳父面，呈上书信便离开。终归失望看了每一条路，伤心泪。你们要去乖乖走，何必再等老一位？永世不见无念女。从此一刀两分开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
母亲，你三妹，三妹，三妹夫。三妹，三妹，三妹夫，三妹，大姐，三妹，大姐，三妹夫，委屈你们了。这是你们囊中苦苦啊，待为追到房中取来薄少银子，再转不知。大姐，真不与我商量。官人，娘子好不糊涂啊！尽管违抗母意，接近银两，回去。大姐，不用。三妹，三妹夫，回去。快追呀！三姑爷，三小姐，三姑爷，三小姐。我还苦了你们翠玉妹，你不要这样说。送别小姐泪难忍，种种是我杀不根是我德才势利女，连来了姑爷小姐，黄枣送马，错称门。王小姐不言比女一三去，这里边与我结血两名，临别心难诉，俩表翠玉一点心，翠玉妹，我正好生身与你。
家有份是。下塔塔心惊月跳，闻怕下。老爷，有人见过夫人，他是光了杨继珍为今上分最当朝，他今想背到你送不怕引火是身烧，老你送装腔这是个忠心标，引得那万岁大怒气冲霄，他妈几人慌走奔，当定那文下铁牢，你想咬牙横着过，唐廷金翻命难逃，两班人夫在关房，下等莫等口眼心思家，怕着怕男女花海风波心，早知里我样子轻松人间老爷，这是哦是好，还没老爷，弟弟母亲，父对家中遇急事，我们夫妻要委屈了。什么？小喜告辞了。老爷，哎呀，岳父，倘是早与您相讲好，也不为受此之恋。什么？岳父也太没有远见了。啊，你告辞。你弟弟母亲，你安是弟弟母亲，去吧。有梦，四妹夫，你们还不快走？有家有难，怎能也走了之？哎呀，两位妹夫，你弟弟此时精神，遇到是君子不立围墙之下，万事快走的好。弟弟，我们也走吧。不要连累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去吧，你们都去吧。哎呀，老爷刚才万事乐融融，请看自己一场空。女儿哥哥离娘走，大奶到来恭喜呀东。
哎呀，老爷，我心动哎呀，夫人啊！地地苦苦与我用，不是真找真相咯。帮忙苦叫赛成女，哟还有周银龙。这个不孝之人定造于我，被我割据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事情。哦，本是他骂我。哦，他劝我按住继承之节，事情来不及了。人之下，奉天正月皇帝诏曰：杨继生诬告年送真相，当当9日前死。念杨继康平时早为健身，从快发落，今日起挟制为民，草木家常，所抄进都。接着，老爷。我们找到苏州，对抗女儿吕细了，真是路途遥远，只有去得。老爷。孤女彩云，张梦收留实在，你当早应彩云。路难行，远头亲，寂寞孤夫人，岳父岳母到苏州来了。来了？现在哪里？在大吉家。大吉夫到南京去了。大吉陪着岳父岳母，好不亲热。我弟弟母亲什么打扮？穿着原袜夫人衣衫，上下一身新啊！看来我弟弟美玉方才，乃是高老外相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弟弟母亲为夫？没有夫人做主，我不过。哎呀，你真笨！哎，但是我母亲便有30万两私
万银子，30万银子。 30万银子岂能让大姐独吞？对对，小莲，快随我去把弟弟母亲接回来。是。二妹到哪里去呀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还来？哦，我从南京刚回来。可遇到家？没遇到家。你没遇到家？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哦。请。女兄救过南京，闻得念想请随江南，他要把杨继生的情由一一查问。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事情啊？哦，引起女兄当同关节，得知念想光收儿子，你我实能小姐念想犯了银子，便可拜做义父。这个，健康通神，这点血本，值得花。对，这份拜神义父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提笔。好。大姐夫一肚子墨水，拜托拜托，请。你娘
了。对，下列叫家丁们到大吉家中，把老爷夫人的香笼外件、银礼包裹，统统地搬到这里来。是。慢。弟弟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哎，儿郎，为吾写着为民，草木家产，到此两水空空，哪里还有什么香笼不急哦。上道，儿郎，这里身上这套新衣裳，还是在上叔父你大姐为儿老跟我的呢。夫人，丁老爷夫人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上道，何故发怒？这般贱人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你们说说，我去就来。老爷夫人，我看二小姐没与大小姐回到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丧礼。慢！哼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这贱人，仗着老夫人宠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。今天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当完。放肆！雅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老爷，翠云，夫人，翠云爱当四小，只怕你们这里治不得了，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。翠云，夫人，看来翠云也自有理呀。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下过？儿啊，为吾负重计量，蒙你在荷花厅设宴，快别为吾赴夜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，真是不巧。你女婿生今天押了苏州城里的府上举国，在荷花厅请客吃酒。那也无妨嘛，不在荷花厅还可以另外设宴嘛。上当。是啊，自己弟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嘛。哎呀，母亲说得对，自己弟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雅烈，快带老爷夫人到厨房去吃饭。什么？两位老人家我外了，到厨房去吃饭。你夫人，女儿这样小心，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。来，懊悔我自管转头雅家辈，不忘情绪找麻烦，姐妹原来与无功。
做做傻瓜头不带。二妹，二妹，二妹，弟弟母亲呢？到子王吃完去了。什么？到子王去了？你，母亲，你们是委屈了女儿。人才人把一波下，一阵心痛叫来嘛，千百年百百错。娘的妈他把爹娘当作一代老教父，望天与意来打我把状告起身陪在身侧来跪下，要不说高年妇女到何呀？你叫我跪下，跪下！你敢？你家告无业，你去告。我这小一张张知道滚呀，这里上门来敲诈天的官司破不他。你们，弟弟母亲随女儿回去吧。不许走！好大的胆子，没遇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收留他们？官人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！哼，在家从父，你可以听他；出家从父，你受得听我。不要理他们，你叫我回去。官人，快回去！